朋友们，在长假的最后一天，我又来沙家浜演出了，并且今天啊，我找到了沙家浜这个景区里演出的评弹演员，一会儿我们要合作在那边戏台上演出。这个演员很年轻，18年进的评弹学校，读5年嘛，也就是说23、24年才刚刚毕业。和小妹妹合作，我怎么有点紧张？秋思是苏州评弹当中祁连芳老师的流派齐调，一曲《秋思》送给大家。我刚刚和我搭档的女演员呢，是我借来的，人家茶馆里还有演出任务，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单档的演出，我们给大家唱一段苏州评弹非常有名的《长生殿》当中的故事《剑阁闻铃》，送给大家。我妹。水下杀神剑，口语起风，破迷人。却永生。演出结束了，准备回家。说实话，大家觉得刚刚的小妹妹唱的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是要多理解、多包容、多鼓励，尤其是对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能够来传承这一行，就是进评弹学校之后学了，他靠这个手艺养活自己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评弹学校每年招50、60个人，一届出来能有几个靠唱评弹养活自己？大部分都是从事其他工作的。至于我知道很多老听客心中是有期望的，希望你们以后能够成为艺术家，成为大师，成为泰斗。实话实说，我自己都觉得希望不大，没什么可能。就不说小姑娘了，就说我自己能够靠这个养活自己，混口饭吃就不错了。当然艺术方面要不要提高，那肯定是要继续提高的，但是能不能达到大家心中的期望，我只能说尽力而为。下个朋友们，今朝视频就到这，再会。